调的时候呢，总少不了酱油这一味。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就带您到屏东内埔，要来拜访的就是全国知名的手工酱油店。古早味的客家酿造技术呈现出来的手工酱油，它的色泽非常的透亮，口感当然甘醇。虽然一瓶酱油是其他酱油的2到3倍的价格，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慕名而来，因为它不只是口感独特，第2代接手之后还降低了钠的含量，让这客家的传统也能够更健康。真的是好神啊！琥珀色泽晶莹剔透，这是屏东知名的豆油伯酱油，没有任何人工添加物，依循古法的坚持，注入一瓶一瓶的酱油里。一缸一缸的酱油瓮蕴藏了纯天然。第2代接手，每天巡视，连翻缸也全仰赖人工。你除了闻起来有那种咸咸的味道，你还会闻到一种那个，就是有点香，就是香甜的味道，那个就是那个酵母菌的作用。这里是豆油伯酱油的发源地，熟成的酱油也在这儿等待沉淀成为天然色泽。这样子的颜色就是酱汁它熟成的之后自然的琥珀色，它是完全不添加任何化学或是焦糖色素。一一秀出酿造技术，还强调完全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物。第2代李承宗接手之后，还自己进修，降低钠含量，让手工酱油更健康。就是自己去进修，然后研究说要怎么让那个就是发酵的过程让它的甜味增加，这个可以用原料的配比去克服。当初接手家族事业，李承宗的想法很简单。他说，没有想要赚大钱，只想让左邻右舍的客家乡亲能够一直品尝古早味。有些像就是已经成家立业了，然后他老婆就说，他老公每天都吵着说要吃原来那种味道的酱油，然后都找不到地方买啊，然后就拿着一只瓶子，然后找来这边买酱油这样子。对，然后看到这种场景，我想说，这个不做很像也不行。这个是 Q 版的啊，因为这个其实规格是老字号酱油坊，连包装也很有味道，上头印有退休老爸的招牌商标。用汗水跟时间淬炼出来的手工酱油，浑厚的口感还能回甘。第2代接棒，希望这幸福的滋味能够一直传承下去。油亮的琥珀色泽闪耀着豆油伯坚持纯手工的价值，回甘的浑厚口感标志着第2代捍卫古早味的信念。客庄的传统技法也在每一次赞叹中保存感动时刻。